由1995年開始就立足香港，時至今日已經成為一個家傳戶曉嘅個人護理品牌，一直堅持要香港製造，務求護膚普及化，令人人都可以貪靚。佢哋好多時都係用一啲天然嘅成分，而呢啲都係呢個品牌好重要嘅元素。喺呢幾種天然成分當中，蔗糖可以話係佢哋好識力除嘅元素。古老嘅智慧係好好啦，咁啊同埋大自然嘅天然成分咧，親膚力會高好多咯。蔗糖沐浴露個靈感就係嚟自於我嘅外婆啦。咁我就有個靈感就話，如果呢個蔗糖嘅精華可以加咗落個沐浴露度，咁你又唔需要煲個蔗糖水咁麻煩啦，跟住就慢慢去整嗰個產品出嚟啦。有古人嘅智慧，都要配合現代人嘅技術。我哋嚴格確保產品係通過所有嘅檢驗先會推出市場。雖然產品多數採用天然成分、溫和配方，不過用得落皮膚嘅產品，梗係要安全至上啦。香港其實一直對產品安全同品質管理有嚴格嘅監管制度，廠房需要符合國際標準同相關認證。呢種制度化嘅監控，令香港製造多年嚟成為信心嘅象徵。喺香港仍然有品牌選擇堅持本地製造。呢個決定可能並唔係成本最低，但係就令整個生產過程更加透明可控，品牌嘅反應亦都可以更加迅速。由研發到生產再到包裝，每一個步驟都喺本地廠房完成。